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好味道好味道 Maze Delicious 嘅頻道。漫畫牛仔可能對好多人來說都並不陌生，甚至係好多60至80年代出世嘅人嘅兒時回憶。2025年3月，港鐵舉辦了牛仔伴你尋找回憶之旅創作展，展出香港經典漫畫牛仔嘅珍藏手稿，並邀請多位藝術家以現代視覺重新演繹這部作品。今次就跟大家去看一看這個創作展吧。牛仔是香港漫畫家黃思馬原名黃永興於1967年開始連載嘅作品。黃思馬生於澳門，後移居香港，以筆名黃思馬活躍於漫畫界。他的作品風格獨特，尤其擅長以簡單嘅畫面傳遞深厚情感。牛仔的成功不僅在於其幽默感，更在於他捕捉了平凡生活中的溫暖，成為香港漫畫的經典代表作。可惜天妒英才，黃思馬於1983年因癌症離世，年僅43歲。但他的作品至今仍被珍藏，影響力跨越時代。而這個漫畫牛仔故事則圍繞小淘氣牛仔和他的爸爸展開。透過簡潔的線條和數格漫畫，黃思馬生動刻畫了父子間的趣味互動。無論是生活中的小爭執，還是溫馨時刻，都充滿幽默與愛意。這種輕鬆又貼地的風格，讓牛仔成為當年香港家庭的合家歡讀物，陪伴無數人成長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呢個頻道，或者想得到更加多抵飲抵食、好玩好食，甚至乎中伏嘅資訊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分享開去，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。